高雄左营旧城内面早期有一座旧山，因为日本时代开一条车路，甲旧山分做两边。高雄市政府目前正咧推设旧城建城计划，今年按算要对东门旧城的城壁到旧山，还有连地潭要做一条空中的建城之道，尤其会当行这条步道，体验到旧城的人文甲景致。 左营旧城是台湾第一座旧城，有将近200年历史。旧城东门的城壁已经修复，北门段佮西门段等咧施工。今年市府嘛按算要沿旧城壁打造一条空中步道，叫做建城之道。 在路线上是从东门的城内一路往北，经过海光停车场，跨越胜利路，一直衔接大小龟山原来的步道，然后到达北门，总长度有770公尺。那在造型的设计上，我们基本上是希望模拟城墙的高度。这条建城之道，唔但延续旧城城壁，上重要的是，在日本时代因为开辟胜利路，甲原地城内底旧山分做两边，旧头甲身体加做小旧山甲大旧山，怎样人认为破坏 风水，市府希望利用步道，把旧山的头甲身重新合起来。建成之道，把大小龟山又连接起来，感觉上这个大小龟山又合成一体。那对我们左营莲池潭的观光的促进，还有大小龟山的这个观光我想一定会很大的注意。它见证那么台湾最近300年。 每一个不同时代的大时代的故事那么这个是它最重要的文化资产。中央地方投入建城计划经费已经有10多亿，初7建城之道开工，按算11月完工，刷落来嘛希望串联3座城门，旧城的风貌会当重现。记者邓家文、卢一哲高雄报道。